用这首诗歌来学了咱的主耶稣。阿门。各位来拍舞啊！等我讲哈利路亚的时候，咱兄弟姐妹做伙来回应阿门，哈利路亚，阿门，哈利路亚，阿门，阿门，哈利路亚。咱做用这首诗歌继续来学乐伊。耶，
准备咱的心来领受圣神的同在。咱们用这首诗歌更较侪深深来敬拜伊。
收拾伫咱的中间，互咱靠着主，咱有福音通得救。这是上帝互咱每一个人的恩典。但这个是咱要来为着咱的教会，现在今仔日开始，咱咧推动这个幸福小组。咱的幸福小组，咱的兄弟姊妹，这兄弟姊妹，做人对传福音充满着热情，所以咱有27组要开动这个幸福小组，也就是这27组，伫这3个月来，新的朋友不断入来，新的朋友不断入来。这新的朋友是安怎来？是上帝拣选的，透过咱的兄弟姊妹来甲伊讲，来甲伊邀请，因就安尼，咱兄弟姊妹甲上帝同工。伊就入来到伫咱的教会中间，这就是咱活地的目的，就是传福音。耶稣基督将这个命令授予予咱，叫咱来传福音，这就是一个大使命。咱这个时咱要来为着咱这个幸福小组，这个同工来祈祷，求上帝授权智慧开咱。小等下伫第2场的时阵，照启动的仪式，有因的表演伫遮来大家笑咧。互大家激发迄个传福音的热情，阿门吗？阿门。咱这个是咱举起咱的正手，哈利路亚！咱要奉主的名来宣告，互咱的幸福小组，咱同工大得到快乐，身躯得到勇气，无有羁绊。这新的朋友，把用圣神的感动来到伫教会，来明白耶稣基督救恩。咱只是3甲来祈祷，1、2、3，哈利路亚！
俄勒你的名，高举你的名。愿俄勒你的名，高举你的名。阿门。阿门。咱用华写归荣光伫咱主的名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